廉政署今仔日去敲台南市消防局，因为因怀疑讲这局长李明芳有牵涉贪污，因为伫这2年来，这民间管的45台消防车，拢是甲共一间公司买，甚至是连这消防位置嘛是这个厂商包去做。这其中敢有人摕好康的，也阁爱厘清。因那台南市消防局这边是回应讲，会全力来配合调查。 廉政署的调查人员早起也未到9点，就来到台南市消防局，一群人行出行入，找人问过讨资料。台南地检署表示，侦办的内容是有关前消防局长李明光涉嫌贪渎案件，调查人员带过资料，拢是甲这2年民间关键的消防车有关系。至台南市政府消防局调取相关资料，共计搜索8处，约询涉嫌人4人，证人6人。 目前持续调查中，相关的案件呢已经进入了司法调查程序。那是否呢尊重司法依法行政？那也希望呢调查的结果能够厘清事实，勿枉勿纵。检方讲的消防车都是这台，因为车形式会当伫台南的巷仔软来软去，方便救灾。这2年有民间企业要关器材，前局长拢会大力推荐这款消防车。不过代志的空棒都是出伫这，若有人要关，消防局就会提供需要的器材甲厂商名单。2年内竟然有45台消防车。 全部拢是甲共一间公司买的，甚至连消防局这几年的消防位置嘛，拢是这个厂商包去。有议员认为，若真正有人对过程中摕到好康的，就真正值得企业的好意。我们都要格外小心，不可因为它是捐赠，我们就放宽我们的标准。我们一样应该要依法行政、依法采购、依法处理。请司法单位公正的调查，公正没有的话还他清白，有的话我们认为还是要绳之以法。 对不起，电话无人接听。记者打电话要求证，消防车业者的公司电话无人接，市电铃嘛无人进，因为代志牵涉到前局长是毋是有贪渎。台南市消防局用文字回应表示，尊重司法会全力配合调查。记者李成武、柯家族、柯兆勇，台南采访报道。